杀气我太甚，我无法度，通搁再啉这口气。这个时阵若是讲天崩落来吼，你也是着爱暂时忍耐啊。崔哥，所见甲真面，早伫个我医院上兄弟交兵的时阵，因就已经遮尔多年啦，我竟然一直活伫个梦中。我知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无论任何人都未比我较清楚啦。公主，你总该明白，是安怎样？我是主见的甲媳妇，会袂替伊讲话原因吼。你早就应该甲我讲，无应该拖到这当阵。哎呦，大公主啊，一个是你亲爸的兄弟，一个是头门结发的翁某，我是要安怎样向你开嘴呢？伊实在太无体，真凭实据，拢伫个我的手中。我要来去问伊，看会要哪会对我讲？公主，你听下官讲一个，有影啦。若是这件代志吼，任何人都无法度通我忍受，但是你也就是忍耐，嘿嘿。王爷这2天内决定要立世子，万一你若认主定为世子，那安尼你，嘿嘿，也是爱忍耐落去，忍耐。公主，君主报仇3年也未晚呢，何必急在一时呢？我的王刚才是安尼做，是。王爷这个时阵是该一个人伫咧厨房内面，除了宣召的人，任何人嘛不准搅扰。今夜5更，就要决定世子是甚物人。苏妈，你知影阮王的心肝内打算要立甚物人做世子？这大公主，人拢嘛讲。王爷伊会立三公主，我的王伊才是安尼做，所以讲，这要怎样啊？这公主，你唔免着急，下官才有一个办法，保证三公主无法度通做世子。经过。三公主，你进来看卖，我这个计划书写了安怎？你会知吧？连阮老爸都想死。你记的计划哪会毋对？三公主过奖，不过下官确实有十分的把握。假使你若会当将这个计划书呈现予王爷，不但会当博得王爷的宠信，而且世子宝座就更加非你莫属。我根本就无想要当世子。你有后辈，有遐伫咧费出个苦心呢。三公主，我昨昏坑你遐尔诚久，你乃是也是这款的想法呢？我对我的大哥真不起，所以无想要甲伊争夺世子的地位。这三公主，虽然你是安尼讲无毋对，毋过王爷的心中却有意要立你做世子啊。我知影，就是为安尼生，我的大哥才对。优秀，你应该也看会出来。
怪大哥对待我，毋是亲像过去遐尼诚疼爱。伊一定认为讲我要甲伊争夺世主的地位，所以我希望我的父王立大哥为世主，看会当以后互我就兄弟手足之情。无可能，这绝对是无可能。大公主生性多疑，既然对你这款的误会，这种误会绝对永远无法度打消。大公主，假使伊若是做世主了，伊更加袂认为讲这是你故意要来成全伊啊！而且伊会用着伊世主的权势来欺压你、对付你。三公主，我爱你，搁再详细甲伊想看卖。若是安尼做，也搁较好。有一天，伊若真是来对付我，才会当减轻我心肝内的负担。我也情愿忍受伊对付我的一切。打算要立什么人为世主？王妃，唉，我才为了这样代志咧为难啊！那伊做起来才华强，敢若伊才会当继承我的事业。也毋过主权是中枢，若非中流油车，嘿，敢毋是会受人议论的。王妃，你的意思是？王爷，囝拢是我生的，我上了解伊。若是主权的个性刚强干净，确实若是互伊做世主，伊对兄弟是绝对袂有感情的。当然，更加免讲是照顾啊。也若是主见的，伊是一个重感情的囡仔，若入伊为世主。对兄弟一定会和睦相处，为着咱祖家的囝儿设想，将来莫互相猜忌、互相迫害，也是都爱立主见为世主啊。王妃，你的高见。王爷，那安尼你就紧宣布啊！王妃，假使我的心中。若要入去主见者，敢讲会用个即摆宣布是？究竟主权也是中枢的，这代志我必须爱甲崔燕因来研究一下，看怎样来对我宣布。而且我也要召见主权，甲伊主见，来听听因两个有啥款的意见。
无伫咧。无啊，拢无伫咧。景辉，无我拜托你一个好无？你去找看觅咧，若有找着三公主，你甲伊讲，佮讲姑娘吼有真机密的代志要找伊，即马伫迄个病院伫咧找伊，叫伊紧来哦。哦，去甲找伊就对啦。是啊，我来找。你这来信？无啊，伊无来呢。迄个有来啦，又嫌啦，妈伊来无摕批。又想，一条又想送来。哦对啊，迄又嫌吼，伊头拄有甲我讲啦，讲是秘夫人交代，讲有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，讲你若转来的时吼，叫你马上就爱去。你这约我去，我即马过来去。我来三公主啊！你是要去倒？你敢知影会伫倒？三公主啊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惨啊！已经离几天，是安怎？到即马无开主见。姑娘，公主无来啊？三公主嘞？三公主无伫遮？无，我赶快来找伊无。哎呀啦，到底三公主伊是走去倒位嘛？有主无？你来上界拄好，你赶紧想办法通知主家。你甲伊讲，朱凡、司马懿，还佫有翠燕，因用价值要害伊失去世主的地位。你甲伊通知，叫伊着爱细腻，毋通着因的规矩。哎呀，我四个找到了，就是找无三公主的影子。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今夜5更，王爷就要决定世主。我阁有听王妃伫咧讲，明暗5更，王爷就要宣召大公主甲三公主问话。偏偏这个时阵，三公主又阁失踪。哎呀，万一王爷若是要宣召，这看要安怎着好？姑娘，无三公主，伊敢会是闭起来哦？闭起来？是啊，无伊那就一定爱阴暗出去，而且3更半暝，伊是要做啥物代志是？有可能，因为我捌听见公主讲过，伊将我退让，通好对大公主的歉求。金夫人啊，金夫人，有主无？你有找着三公主啊无？迄王爷吼，即摆要宣三公主去厨房问话啊呢。这姑娘，那你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好，我来去叫王爷。然后，伊哪会破面？起机的时阵，三公主甲下官拄好伫咧谈论国事，哪会知影突然间三公主煞倒地昏迷不醒？请王爷搁再看咱一个监厝，下官一定会想办法甲三公主叫精神。王爷，囡仔既然破病，伊也毋是挑故意毋来啊。也好，害你三更想来救我，不得有误。多谢王爷。这边又想送批来予，邀我到东出台要来见面，讲有要紧的代志得要甲我讲，是安怎到这样阵还袂来呢？莫非有发生什么代志？若无，蜜饯哪会适用呢？
三公主还未清醒，请王爷。什么话？什么？还未清醒？是，三公主已经都有食药啊。我看小等一下一定会精神。请王爷，搁再看咱一时。哼，伊生病，我派少年人八成爱啉烧酒，这就是。毋是，三公主一向伊都无爱啉烧酒啊。王爷，囡仔既然破病，伊切身看起来，你也是另一。袂用，什么人也知我用这入世事，要来伊家己的。王爷，我看你也是搁看咱一世啊。囡仔既然破病，请你看在切身的份上好，搁看咱一世啊。好啦，看在王爷面上，叫我起来见我就未怪罪。多谢王爷。是。三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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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公主啦！三公主，三公主，有啥有找到无？无呢，啊你有看到无？我嘛找无。要安怎？哎呀，死机啊！哎呀，果然做得好啦，三公主。天心
记天明咯，主权还阁无要来救我，是做啥物机心呢？父王，主见无来，必然受伊的苦痛，请父王保重贵体。是啊，王爷，此时天色已明，也是请王爷你先宣布世主嘛。主管，你先提是。起。虽然下官在。你是主见的切角中，你讲，我应该爱立什么人为世主？王爷，那在事情上，我是希望王爷立主见为世主，也毋过，自从下官追随王爷以来，我从来我都毋捌有私心，所以我也是劝王爷春秋之义，立主以重。大公主伊是仁孝聪明，理应成事啊。司马懿，在，你讲的。王爷，老表元宵，拢是因为会长立又立败，所以神奉劝王爷，千万不可步老表元宵之后尘啊！虽然在。你立刻传我王命，老夫立主还为世主。是。公主，我昨暝找你几啊，原来你就是伫遮。三公主，暂时上三处召见你，你拢总无讲。承受一怒之下，已经入大公主做世主啊！